思琪個女姓楊，蘇價升1倍。路遙知馬力遲就會睇得到噶啦，咁唔使好遲，半年啫嘛，思琪就知道吳帥呢匹馬冇乜力啦。雖然佢囡囡 Crystal 同空心吳帥餅印一樣，不過唔好意思啦 ，B 女係姓楊，叫楊卓穎，唔係姓吳，更加唔會姓李。跪求復合，冇人話要復合喎。復出就有，思琪今個月23號抱 B 返港，一坐完月就開工搵奶粉錢養 B 啊！有樂小姐做靠山，唔憂冇工開啦。無線依家幫佢度緊復出第一擊，家下有幾個商場爭緊思琪妹搶飲頭啖湯啊！之前思琪得3萬蚊一個 show，唔及楊怡、徐子珊都高過佢，家下生咗女，升價1倍啊！結婚係人生必經嘅階段，但係我而家暫時就未諗到呢一步驟，希望即係遲啲有消息或者我諗到啦、計劃到啦，我就同大家講。係啊，希望你真係揾到你嘅幸福啦！